美團績優，股價炒唔起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分析下美團嘅短期前景。內地官媒《人民日報》發文呼籲反內卷，話內卷浪費社會資源，亦都會導致多輸結局。但美團 CEO 王興業績之後強調，會不惜代價贏得競爭。不過公司預計第二季核心本地商業營業利潤將會按年大跌。消息重挫美團股價。5月27號早段曾經跌超過半成，創超過8個月低位。大行亦都因應同業競爭，輪流調低美團目標價。當中高盛以及大和下調幅度介乎1.4%至1.5%，分別睇172蚊以及200蚊，但仍然高過現價。另外，參考牛熊證街貨分佈圖，牛證重貨區喺120至130蚊，留意後市會唔會殺到落去82蚊，有貨要特別留意啦。科技股當中，我暫時唔會打美團，始終不明朗因素比較多，短期壓力大。你哋又會唔會拿美團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。記住下載 AACat，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，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同我一齊瘋狂傾投資。